我们这次实验的这个公车跟救护车的优先号志呢，范围是在奇美医院到成大医院总共有8个站牌跟21个号志化的路口。那经过我们2个多月的实验呢，这个救护车通过路口的这个绿灯的几率呢，提升了51%，那公车的旅行时间也降低了13%。我想这个对于救护车分秒必争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减少公车旅行时间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后续会陆陆续续的来扩大推动。有这个设置的话变成说，我们比较不会有就是需要闯越红灯的问题啦。那交通也比较顺畅，那对市民也比较有保障。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交通局利用车联网技术，在奇美医院与成大医院之间的21个路口建置一套优先号志系统，透过智慧科技自动控制路口灯号，让公车与救护车优先并安全地通过路口。期待每位用路人都能发挥耐心与体谅，让城市交通更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特别来看这个救护车跟公车的号志优先系统，能够提供给就医的民众紧急就医的民众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个系统跟它的号志设备。那这样透过这样的部分，应该可以节省相当多的就医时间，尤其在交通尖峰时间，如果能够这个分分秒秒都是分秒必争的。所以说，如果能够让病患早1分钟、早2分钟到达医院，我相信帮助就很大。公车也是要让民众这个愿意搭乘公车，它的服务品质就要提高。服务品质包括车上的服务人员，包括车上的设施，以及它如果能够更方便的通过14路口的话，我想说这个部分也都是提升公车服务品质的一部分。希望说能够提供在拥挤的交通环境中一个便捷的、快速的捷径。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15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经济部为了加速南台湾产业的转型升级，透过工业技术研究院结合产官学等资源，大力来推动。上午除了举办创新论坛，佮展出超过20项的创新成果，互人大开眼界。工业技术研究院持续推动创新科技的研发应用，并且落实伫产业的需求，走好一口气展出超过20项的成果，积极协助产业转型升级。其中就核算全国8大科技奖的技术，包括直接对空气当中分离高浓度的水汽以后，塑成纯水来当直接清啉。目前技术已经转移予工业使用。首创的这个薄膜分离水汽的一个技术，我们使用的这个创新的薄膜材料氧化石墨烯，可以一步骤的从空气中把这个非常洁净的这个水汽那分离出来之后，那稍微过一个压缩的一个动作，就可以得到一个洁净的一个纯水了。另外，透过热影像监测技术，买当有用伫老人照护中心的安心监测，减轻人力负担。我们这个技术有 AI 人脸辨识，那它可以一次量测多个人，就不会受到一些热咖啡或是一些高温环境的影响。那我们也有那个恒温感测片的技术，那它可以透过这个恒温感测片的温度变化，那可以运用在那个偏户外的空间，就是可以让它在偏户外的精度达到正负0.5度。无论是伫美国消费性电子展，还是全球8大科技，拢双双得奖。工业技术研究院结合在地产官学等资源，这5年来已经甲中南部将近4500间厂商合作。今年以智慧制造甲智慧能源这2大应用展面举办创新论坛。开幕式当中，副市长赵清惠嘛亲临见证双演人的点会启动。
绿箭大蓝风，重获科技双引擎，智慧双轴领航，南进产业发光，让我们一起迈向更好的未来。过去30年，咱的工研院来扶养，等于是扶植了一个台积电护国神山。我们现在讲的护国神山，但是咱的传产如果能够科技化，如果能够让它更进步，这个传产的升级版、科技化的升级版，我们其实就可以打造台湾的护国群山。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为了让台湾。除了一个护国神山的科技业之外，其实所有的传产都可以在智慧导入之下，变成我们更重要的这个产业，甚至可以贡献我们所有全国的这个各个产业上面的一些提升啊。智慧制造变成是工研院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协助我们各个这个制造业产业链。那智慧制造走到今天，我们又特别发现说，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在寻求未来减碳中和的这个目标，对我们的制造业冲击非常的大，所以未来我们工研院在政府的政策的支持之下，我们也会持续来协助我们的南部产业。工业技术研究院以担任南部产业升级作为重要的使命，嘛期待未来有更较侪厂商加入，共同提升创新研发的活力，带动产业经济。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大庆街元和宫全台北龙安，因为庙体年久，厝顶出现漏水毁损，经过新明指示，将伫12月16日进行重修动土大典。动工将会推出111支迷你金铲，互民众跋杯，欢迎求助求财信众踊跃参与。位伫北区大庆街元和宫主事保生大帝，甲全台北龙安五福大帝，距离顶间的庙宇的整修已经23冬。即届因为厝顶漏水甲毁损，经过请示，决定12月16日将举行重修的动土典礼。因为每年111年，庙方嘛特别准备111支的迷你金铲，要提供民众来祈求。全国的这个信徒大家好吼，阮元和宫管理委员会即回推出这个金铲子吼，这个活动，咱嘛是感觉讲吼，今仔借用着工作明仔载小欢喜的日子吼，全省的信徒大家会当做伙来遮吼，向工作来祈求，吼求财求助以外咧，吼这佫有一个咱宫人吼特别对信徒的一个服务，就是讲你明仔载若会当求着这个金铲子吼，阮本宫会当提供1等份的这个。发财灯啦，伫咧后殿替你安这个功名，会当保你的财运，这也足重大的意义。希望讲全省的信徒大家，咱台南县市这好朋友，会当借这个机会，做伙来参与工作的这个盛会。咱若回去咱明仔载来到遮向工作来禀报以外工作若属下这个金土站你甲请回去了，你若要生希望要生一个查甫的你回去你甲。这个面黄顶管，这个就是讲这个面发下迄个黄下骹啦。你若要求女你想讲要求一个可爱的女生你这个面甲黄顶管，甲放到门窗骹安尼。佫有一点这个土墙代表起家起厝的意思。你若是甲伊请倒去厝里了你入来恁厝里的大门放到右手边，放到遐。这个咱美术专家讲，这有这个求财得利的效果。元和宫主委王炳元表示，金铲不但有求助的意涵，另外嘛有起家求财的用意，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加。活动大约9点开始，11点15进行动土仪式。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龙崎区上午举行土家里民活动中心甲日灵厝顶落成典礼。经过3冬的时间，总算会当用工厝顶提供里民舒适佮安全的活动空间。市长黄伟哲剪彩时阵也承诺，会继续加强水利设施以及龙溪水路顶地方建设。土家里民活动中心原本是土家的集会所，由龙家国小的老旧校舍来去做改建，但是因为建物无够坚固，所以严重影响到当地里民的使用上的安全。区公所伫咧107年来申请中央的前瞻计划，甲原龙家区土家里的集会所拆除重建，
伫今仔日上午，由市长甲议员做伙来进行揭牌。建设水土保持也好，环境保护也好，吼，拢我真舒适。啊，真感谢各位里长吼，大家足用心的，一寡工课吼，咱会当做，咱用专业做。龙江虽然人口无济，但是对着台南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咱的刚即个，咱的土家的即个活动中心，咱中央甲咱补助几百万，剩的咱嘛是家己紧来用起来吼。希望讲。这个环境愈变愈舒适，咱的里面有一个活动的空间。活动中心以冠军的结果，伫咧厝顶嘛设置太阳能的光电板，一方面会当落实市府的政策，同时佫会当互里面一个舒适佮安全的休闲环境。偏乡会当争取到遮侪经费，所以讲市长也注重是咱的偏乡，所以对咱遮一定拢甲咱督促管爱亲力亲为，爱行到每一个角落这。应该是在座议员都有感觉阮对每一件工程我们都很关心，不管是向上级争取经费，或是后续的执行发包动作，我们就是会很快的在处理这一块的事情。那我们这个是要感谢我们市政府的帮忙。利用龙家区当地自然环境特色，新的活动中心除了会当提供里面使用以外，未来嘛会当搭配着来二寮观日出，佮有来好行山空山祭的林调，进一步来带动当地社区观光。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龙崎空山祭伫去年创下16万的参观人数，以及600万的票房纪录。今年的龙崎光节空山祭12月25号将要盛大展开。这届结合在地自然地形以及水文，作为创意的出发点，将伫好行山公园、甲龙家老街设置14件大型的公景艺术创作。对2019年开始举办龙家区空山祭，得到热烈的欢迎。今年准备要来到第3档，伫咧网络上甚至起哄叫做全国上水的山拿灯节。去年的16万人观光人潮嘛，替龙家区创下当地观光新纪录。我们第3届的龙崎空山祭，龙崎光节空山祭即将在12月25日开始举办，也延续着前2届的这个高人气以及受欢迎的程度，我们今年第3届，有更多新的这个艺术造型，有更多新的这个参展作品，那有更多新的艺术家一起投入。总之，要让我们这个台南市最小的行政区，人口最少的行政区，带来许多的惊喜，带来许多大家许多观光民众的留恋。所以我想说，这个龙崎光节空山祭只会越办越好。那随着许多的艺术家赋予的新的生命以及新的艺术诠释，我们也希望说，让来自其他行政区的市民朋友们，以及来自其他县市的好朋友们，大家都一起来体会。2022年龙家空山祭伫咧12月25号准备要来登场，第25号到26号2天会当免费来入场，但是对27号开始，就要以1张票50块的方式来买票入场。欢迎大家来参观这摆以龙家特殊地形结合这2档疫情影响的大环境中为发想的创作理念，对展览中来探讨人甲环境的微妙关系。在文衡店设有停车场跟接驳车，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搭大众交通工具，然后到文衡店停车，搭乘我们的接驳车来到展览现场。我想这是最便捷的方式。希望大家从12月25号到2月28号，明年2月28号这样的展期来到我们龙崎参与我们的空山祭。那12月25、26这2天是全日免费哦。那个龙崎居民是在这展期期间全部免费，然后南关县的居民在平日完全免费哦，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我们仅有的展期，然后来到这里参与我们盛大的空山祭的展出。
活动中除了有农家各种为大家带来精彩表演以外，市长惠特嘛甲真侪议员嘛拢到现场来表达支持，并嘛拢伫现场来进行艺术彩绘的活动。欢迎对25号开始，民众会当做伙来欣赏美丽农家公节。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喙齿会因为酒气或者是长气影响美观。台南市立病院目前有全瓷牙冠、甲氧化锆牙冠，会当提供患者做选择。不止设置自然，嘛较袂有闭气的问题，而且作为后排假喙齿，不但美观，也更加适合。常常拢会因为酒气或者是意外喙齿长气，所以需要来装假喙齿。传统的假喙齿材质拢是以金属为主，但是传统型的假喙齿时间一长，就可以造成气化发乌。那严重的嘛，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喙齿的正常功能。首先，全瓷冠、氧化锆牙冠与一般假牙的差异在于，全瓷冠的话，它本身的话，它的颜色色泽其实是非常的透亮的。那其实一般坊间，如果说追求拟真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但是相对来讲，它的强度，因为是陶瓷所做的，所以说它的强度来讲是比较弱的。那一般是建议说是使用在前牙美观的地方。那至于氧化锆牙冠的话，它不一样的是它的强度、还有硬度以及生物相容性是比较好的。那它的因为强度够，而且它的色泽也可以做到比较自然，所以说其实是很适合用于后牙的假牙修复上。对于那一些不只追求假牙的实用度，那另外也追求假牙美观度的患者而言呢，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选择。随着全瓷牙冠甲氧化锆牙的出现，嘛互患者会当有经济选择，除了会当较水以外，嘛会当降低发炎的风险。那单一的牙冠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当做正常的牙齿来做清洁。那正常牙齿清洁不外乎是要使用到牙刷，然后也一定要用牙线或者是牙尖刷。如果说您的假牙呢是位在最后的大臼齿上面呢，其实在最后缘牙刷比较难探测的地方呢，建议使用单数毛牙刷去做清洁。那建议就是饮食完之后呢，就是要刷牙。关于牙桥部分的清洁的话，因为牙桥它是连在一起的，它底下的话是没有办法去使用到牙线的部分。那目前坊间也可以找到称为超级牙线的清洁牙齿的工具。那另外呢，使用到牙尖刷其实也可以做到良好的清洁的。医师要呼吁民众，爱常常来做好喙孔的清洁，然后若有装假喙齿的，必须爱定期来回诊，才会当维持喙齿的健康。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近年来，因为生活作息、饮食习惯以及较晚结婚的影响，使得一寡年轻的翁仔某有新的成功率降低。基美医学中心就透过新型的喙片测试来检查精虫 DNA 是毋是有受到损害，再过来挑选上容易有新的方式，提高有新的几率。伫咧现今的生活环境中，因为污染严重，结婚的年纪嘛较大，或者是工课压力等因素，造成查甫发生袂生的比例愈来愈悬。所以，基美医学中心透过新型的精虫 DNA 碎片测试。用这种方式会当了解精虫 DNA 受伤的程度，来经上适合的受精方式，提高成功率。精虫 DNA 碎片测试它就是有别于传统的精液检查，因为传统的精液检查，我们大部分都只看精虫的总数、精虫的浓度、那精虫的活动度，或者是精虫形态是否正常。那所以大部分都是从外在去评估这只精虫。那精虫的 DNA 碎片测试，就是我们可以评估这个精虫的 DNA 是否受损。所以就可以从内部去了解这个精虫的 DNA 是否受精能力会有异常，因为 DNA 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遗传物质，所以它有没有办法就是让这个卵正常的受精、正常的着床、正常的怀孕，那不会自发性流产，这些 DNA 都会有相关性。根据美国学者提出，每一位查甫的精虫量伫咧过去40年大约减少6成，若是以这个速度，可能会伫2045年的时阵，全世界查甫精虫的中位数就会降到0。所以必须要完全依靠人工生殖的技术，才会当互另外一半成功有新。
那要降低 DNA 碎片，这个就跟我们的精液检查一样，就是你要改变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形态，包括如果你抽烟喝酒，那可能就要戒烟戒酒。那如果说肥胖啊，或者是不运动的状况，就要改善自己的生活，可能多运动，或者是改变自己的饮食，例如带入地中海型饮食的一个的方式，多一些海鲜，多一些蔬菜，少一些红肉，少喝酒这样的状况。那也可以说就是例如我们吃一些抗氧化物，包括说像是维他命 C、维他命 E、叶酸，或者是说像那个锌，都可以有所补充。那再来也可以，如果刚刚有诊断一些就是像静脉筋索曲张的病人，就可以考虑要不要做手术来做治疗。那后续就是说，如果比较积极一点的，就例如我们已经做到试管婴儿了，那你的受精率还是不好，那或者是你的碎片就很多，也会建议说要不要直接从睾丸取精，因为直接从原产地取精，这样子它受到的一个氧化压力是比较小的，那受到破坏当然相对会比较少，怀孕的成功率、受精率都会比较高。医师林义伦表示，查甫的未生镜头伫咧现代社会，不管是发生率还是治疗未生问题，角色拢非常的重要。所以要提醒民众，若是有发生过2摆落体以上，或者是唔知什么原因未生的查甫，会当来到医学中心来进行检查，帮助解决问题。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做过底层手术了后的痛痛，一直是真侪患者非常烦恼的问题，这嘛造成患者唔敢就医。现在时，贵中学病医就为手术进前、手术当中以及手术以后3方面来进行评估，利用各那种模式的止痛方法来减轻患者的痛痛。俗语讲，10个人就有9个人痔疮，痔疮是真侪人真歹讲出嘴的疾病，尤其痔疮愈大，症状就愈严重。根据医疗期刊的统计，传统痔疮手术后的痛痛，如果10分满分，就亲像生囝同款的痛。那安尼拄开完痔疮手术，可能会高达7、8分。因此，贵综合病院一般外科医师结合手术前、手术中甲手术后侪面向的止痛方式，甚至无同的手术方式，拢会用来减轻患者的痛痛。所谓的无痛治疗，其实可以分为几个面向啊，主要还是术前、术中、术后多管齐下，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因为目前单靠比如说某一种止痛药，它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那所以我们会需要术前就要好好保养哦，让痔疮消肿啊，配合术前止痛、术中的一些手术方式的调整，再加上术后的一些额外的加强。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好的疼痛控制。这样，我们今天讲的术式有几种哦，比如说结扎术是做完，它是门诊手术啦哈，所以其实做完之后疼痛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那另外还有一些像是痔疮雷射烧灼哦，或者是传统的改良式传统的切除，那其实这跟传统比就是疼痛都改善蛮多的。比如说传统的一开始开完可能疼痛有到8分9分好了。那改良式的可能就会减至少5成以上，那一些微创啊，或是其他比较先进的方法，那可能疼痛会更小。医师建议，痔疮的患者千万唔当听外口黑白讲，一定要找正确的医师来治疗。另外，维持平时良好的作息，养成健康的排便、饮食甲运动的习惯，好好保养，莫互痔疮一直伫个肿胀的状态。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1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